生命黎明的真理和奇美，你心是广大，怜悯不断绝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好友就必永留在这里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让我们献上赞美祭，和一敬拜在爱里，不分时代，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。让我们述说你恩典，赞美进入你的园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神的膏油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神的膏油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。我们一起拍掌，将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他一年来的带领和保守，不论高山或低谷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你的怜悯甲疼痛，你疼阮到安尼，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你。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行头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受的因，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行头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受的因。主兄弟我恩，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一生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因我高一生，要学路主无天，来互主做切缘，主兄弟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日子很高兴，我虽然无金钱，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庇护，主接受我奉献。我心来感谢，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行头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受的因。主兄弟我恩，一切我所
主最最应，主上帝正听我，小小的困境，我日子很钢筋，我虽然无金钱，因我比你生命来自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主上帝我奉献，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用我到牺牲，要学落主无定，来互主做作用，主上帝正听我，小小的困境，我日子很高兴，我虽然无金钱，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阮伫天里的爸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放散你伫天里的阳光，为阮来降生。主，阮无搁活伫黑暗中，因为你带来了光。阮靠主，阮就新的活命。主啊，细囝虽然卑微袂堪的，主你却予阮有恩典满满。伫这一年的煞尾，阮搁一摆来算主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来带领阮行过所有的坎坷。感谢你，予阮虽然下半年无食，阮兄弟姊妹却有一粒同心合意的心，阮愿意来奉献每一个人小可的快乐，组织起来，予阮的教会更加兴旺。主啊，未来一年有缘，求主你来带领，阮愿意诚做主你合用的器具，来做主你的路用。这是阮献上阮所有的敬拜甲懊恼，求主你来接纳，一切荣光拢归予你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将一切荣光拢归予咱的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坐。
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学罗你，我咬我的时要安尼学罗你。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我的心神要把足，亲像食骨髓幼女。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罗你。即条三角内吟圣诗，圣诗第26首，圣诗第26首。答愿感谢阿罗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条咱三角同心来祈祷。日过日，年过年，咱阮伫2024年的时阵一个上尾一个礼拜久，我也要来感谢着上帝为阮所祝福的。这年当中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得到平安，得到上帝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身上。我若求上帝带领阮未来的一年当中，会当继续着为主你所为阮插的标杆，我来跑走互阮的未来当中会当早一日来请着良牧，有主你派差遣的良牧来到阮教会来牧养阮即个羊群，阮一只来感谢你。我若求上帝有缘顾守着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心灵欠安的，还是虚微的，还是身体欠安的，愿主你来补足，愿主你的带领，愿主你来医治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按主你来的平安来得到平安。阮若一只也袂特别来为着阮的小的另外当中的下场了，求主你来顾守伊、保守伊，互伊一个心心灵、肉体心心灵内底有欠缺的、有不足的，求主你来帮助伊。可以当早一日，佫继续来为主你为伊所插的标杆，来继续来跑走，来继续为主来努力，来做为伊来献出伊卑微的生命，来为主来做工。阮一只来求主你参与三角地地祝福伊，求伊来帮助伊，可以当继续伫教会的事工作的顶面来为主来跑走。阮感谢主你有差派着咱的陈牧师来阮当中，来要投放着主你的信息来分享，
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所听，愿主你的车派的路谱，所分享的信息，拢会当互讲的，甲听的平平拢会当得到祝福。阮一只安尼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要奉靠主的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小事愿平安。阿门。接着咱先甲来看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十，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十，记载伫诗篇第27篇。启应文第十，显着我来客，恁来应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阵营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伊布边内；伊会甲我囥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路卜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恁，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，一声着信靠上主。今日咱同心团契要来献诗，因所献的诗是奇妙恩典，何等甘甜！奇妙恩典，何等甘甜！哦。
一条咱三角起立来用使徒圣经来告表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俺主以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城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。伊要对我再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条咱三角来看今日的圣经。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诗篇第63篇。唔对，记载伫旧约诗篇90篇。诗篇90篇，咱对12节，咱来看到17节。迄着咱三角来看，我来读。12节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耶和华要到第时，你要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14节，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16节，求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，你的荣光对因的子孙显明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工，阮的手所做工，愿你坚固伊。以上。今日咱陈牧师所要讨办的信息是生命的祈祷，生命的祈祷。咱将时间来交牧师。咱三家头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学了你的圣尊名，以你的听甲保护。祝福下面，互阮会当年过年，月过月，日过日。阮感谢主，互阮经过2024年1年久的时间，今仔日是阮最后一个主日，阮阁3天就要来完成阮今年的日子，也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。主啊，阮来算。来想你所予阮的恩典，阮实在是算袂尽。就是阮知影，阮所做的无够业，阮依然爱伫上帝你面前，搁一摆献上阮生命的祈祷，亲像摩西一般样，伊会当将伊的生命交伫上帝你的手中。愿你来引带阮，赏赐阮，互阮有丰富的生命，伫阮一生中，掠你做满足。做喜乐，愿搁一摆要将你的话来阐明，也愿你的圣神甲阮同聚会，互阮通过你的奴仆所讲，成做阮活命的美娘，成做阮人生的标杆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是12月29，吼。过几日咱就要跨年啦，过3天对吧？下礼拜二，真侪少年人拢会想要去跨年，会无？
感谢主啦吼，咱本来气象讲气温会直直降落吼，早毋感觉较冷无，毋过早起起来就感觉安那有较温暖淡薄，有出日啦吼，所以应该跨年迄天袂介冷啦吼，照气象安尼讲吼，不管安怎讲，恁会爱过新年无？会无？哦，咱华人甲外国人无共吼，咱有新历年，还佫有啥旧历年呢？咱过2个年呢，吼，若西洋人伊拢是干那过一个新年安尼吼。不管怎讲，上帝予咱的日子，你要接受毋接受，伊总是会过，吼。有几个少年人，因烧招啦吼，对欧洲坐飞机然后到伫非洲哦，要去旅行吼。咱知影即摆要去旅游无遐简单啦吼，爱有钱又怎么样？有闲吼。当咱来看电视哦，会报真侪遐旅游的节目有无？哦，最近有一个什物暴走青年是无？什么？迄个萧一个歌手无吼？萧敬腾吼，萧敬腾迄个，我记袂晓伊名。甲2个吼3个人去到西班牙去朝圣之旅啦。哦，那用行路呢，迄个节目无简单啦，我要拍迄种节目吼。即几个青年人嘛是共款，因到伫非洲一个深山哪内，行到位啊，毋知安怎行几啊日啦吼。到伫深山哪内时，看一个大湖，足水的，足快的，一个湖面安尼，因就伫迄个湖边，看到真济只金细细的石头，你知道？就有人讲，来，这石头大粒细粒拢有，咱来算一个游戏好毋好？伊讲好啊，来点石头，有无？咱来去溪仔边，是毋是？买较早少年时阵买点石头，看啥物人跳较远，有无？捌算过无？打水漂了吼，台语安怎讲？啉水偏偏啦吼，这台语老师伫遐校长了啉水偏啉倒是啉，偏偏水。偏爱偏，偏水偏，不要3字嘛，歹势啊！这私底下再讲好了，反正点石头就对啦。好来，因就算啊足欢喜安尼啦吼，大粒细粒安尼点，算到尾啊，忝啊，石头嘛剩无几粒因就想安尼留几粒，早转来做纪念安尼啦我石头金细细呢，还佫遮光亮就对啦。讲这石头甲一般石头无啥共呢。结果转到因的国家了后，就摕去互专家鉴定看卖，讲这到底是啥物石？无鉴定无大紧，一个鉴定讲大家听心痛丢啦。迄专家讲，你这石头喺倒捡的？阮就去非洲一个深山哪内捡的啦。你知影是啥物石头无？伊讲毋知啊，这金光闪石呢。大家心拢痛丢啊！因即摆说毋是遐村的石头，迄痛是痛着讲，等伫迄湖底遐个石头啦。所以，今仔日是咱2024年最后一个初日，对无？12月29，过2-3天，咱就要甲这年经过啦。咱嘛是像咧点石头，是毋是？你点几粒啊？我今年69岁啊，满每年就70啊。若一工点一粒，安尼几千万粒去啊，几万粒去啊。咱拢咧点石头呢，所以
咱是咪感慨讲，哎呦，我要搁过一年啊，我要搁加一岁啊，毋过过就好过去啊，咱得爱向前来看。咱嘛要展望未来新的一年会来到，是不是呢？也是讲啊，你感慨，搁过一年啊，哦，啊，搁做些代志拢无完成，哦，真侪后悔的代志，做毋对的代志，是不是安尼？也是讲失落什么人，也是讲我有得罪什么人？我会记得咱读小学的时阵啊。咱拢爱写日记，有无？有没有写日记？有啦吼，我老师拢要求咱写日记嘛，互咱训练作文。一年开始，咱拢会安那立志，有无？我今年要好好啊读册，好好啊安那认真上课，好好啊听老师的话。有安尼无？有安尼写无？有啦，好学生都嘛呢，是不是呢？除非讲啊，我今年要好好佚佗，哦，我要好好咧，迄嘛是会当计划啊，敢毋是？咱哪有真侪计划？总是一年过啊，又怎么样？又一年了，啊嘛是共款，哦，到年底时咱佫开始后悔。佮开始失望，因为有太济咱的志愿，你有做到无？没有呢，你拢无法度做甲到呢，有无？哦，所以咱着佮感慨，哎呀，佮浪费一年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我所等的，毋是迄个金光旋照，是比金光旋照更较宝贵的时间呐。我们说，时间就是什么？金钱。对不？你是这款的人吗？你是这样的人吗？咱来看摩西，咱说他都讲诗篇90篇，伫诗篇内面，诗篇当中几篇？150篇，对不？150篇，其中足侪拢是大笔写的诗篇，比如诗篇23篇有无？还是对咱读27篇，迄拢是特别的诗，啊嘛真侪遐，迄拢是诗人呐。毋过只有这篇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唯一的作品，真珍贵哦。我现在诗篇90篇，全篇对第1节到17节，乃通那个背起来，迄当真做你真好的祈祷。我特别伫12节遐。摩西来讲，主啊，求你教示阮，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啦！吼，这是用华语写的，咱做头好来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呐！咱来看到。照来讲，算家己的日子，就是表示时间。第二项叫做什么？得到智慧的心。哦，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是伫有限的时间内面，用伊的道德、用伊的人品、用伊的能力来建立伊的生命，总是一个愚公的人。伊是伫伊时间内面用邪恶、用愚妄来浪费伊的生命。差别伫遮啦，逐个人上帝互咱拢一天24小时。有人会讲啊，24小时无够啦，无够啦吼，哦，恨不得有48小时，有无？感觉讲时间无够用啦，真认真，真拍拼。咱少年时拢安尼，有无？拢甲时间咧赛跑，哦，啊若城里人拢走去3点半，有无？哦，3点半要啥？啊，要弄机票，啊袂跳票呢，哦，较早有票据法，啊你若无票若无
无兑现，啊，得安那罚了呢，后面去关呢，啊，即摆已经无票据法了吼。所以你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？要安怎算？用算盘？即摆个人咧得算盘无？有几算盘啦吼？会长，你讲要互恁夫人甲你讲爱来几算盘？有哟，啊，计算机哦，对，几来歹去。古早真早有，你捌？现在少年人、年轻人，你有没有看过算盘？算盘、珠算啊，以前我们国小都有学过珠算，或者要叠算盘，有无？看过啊哈。现在那个都是古董的。以前咧算物件是用算盘，哦，顶悬有一粒，迄是有，哦，下骹几粒？4粒、5粒，讲好，4粒名啦，4粒1粒变5啊嘛，对不对？爱算盘当加减各项乘除，好，咱即摆就是数学的，是在算这嘛。加减个什么乘乘叫做乘啦，啊除咧除好，咱用这4种来算咱的日子，他讲加法。感谢主，我搁加活1年啊，搁加1岁啊，有无？咱是毋是顶礼拜六12月21什么节啊？冬节，国语是冬至啦。哦，应该是冬节啦，哦，就是讲冬天要到啊，冬节爱食啥？食圆仔有食无？有食圆仔再加1岁呢？这咱的风俗啦，吼，咱的节气。冬至要吃汤圆，个什么时候嘛要食圆仔？元宵，有无？哦，元宵1月。旧历1月15，啊，所以你食圆仔加1岁，对囡仔来讲足欢喜的啦，有无？啊，对咱较有岁的人呢，我不爱食，无就你嘛是共款加1岁，是不是呢？哦，啊有人讲我食较济粒，加较1岁咧，较紧大汉，无可能吼，反正是过1年我搁加1岁，来，第2项减法。搁过1年，我搁减活1年啊，会了未？吼，我们越接近上帝，哇！主我来亲近你，哇！好唔好？你有想要较我近上帝无？有啊无？啊！若应按上帝来讲，某物人，我今仔要治你的灵魂，你会讲啊，稍等的啦，上帝较慢的啦，莫遐紧啦，我阁有啥物代志要完成，会袂？会吼，嘛是会吼，咱来准备好。好，但是毋是讲减法就是歹，是互你备办心啦，无毋对。我也常常甲咱的这年长兄弟，我伫少年团契，带咱读经的时阵，嘛甲大家勉励。讲你莫算讲你阁有偌久要活啦，你嘛毋知你阁有偌久，对无？哦，就是讲少年时咱去做兵，拢爱数馒头，有无？阁食几粒馒头，我就要退伍啊！倒数日子。毋过咱毋免。咱就想讲啊，感谢主，就是拄我讲的，我阁加活1天，今仔日醒起来，我阁活着呢，我阁会当喘气呢，我会当活动呢，我阁会当享受我的人生。新的1天，用安尼来想，莫感觉讲啊，我安尼去，当然，迄个减法毋是歹，是互你准备好讲啊，我阁加活1，虽然讲阁减活1，毋过是。愈我近上帝。第3种乘法，乘就是什么？乘法就是加倍啦，要乘以多少？2或是3，
是不是？1乘以2等于多少？2乘以2呢？是哦，安尼袂歹。生活就是加倍意思，就是讲，好，伫我所存的时间内面，拄则我讲咱长时间的细胞，我要加倍工作认真，我要比别人更较认真，选择有意义的事。吼，我都要讲，甲24小时当做几点钟？48点钟。别人做1分，我做几分？做2分。哦，不过吼，有会人啊，早早做啦。哦，跟有影？你少年时可能做拍拼，拼命三郎。有，咱有这款的人呢。哦，认真是真，毋过是安那，是也要把握时间，无浪费，毋通浪费咱的生命，就是做有意义的事，安尼叫做生活。哦，努力，过来拄法，时间要哪有拄，要哪算拄法？拄法就是讲要有除，一个除数有无？9除以3，9是什么数？被除数。啊，3呢？除数。迄除数就是我啦。当我搁活的时，通过我有限的生命，我会当做什么？我会当互别人得到什么？咱捌想过安尼无？所以，莫说讲主啊，叫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啊！咱有4种的算法，有记起来无？加、减、乘、除。安尼你就感觉讲，哎呀，用我的生命会当帮助更较侪人，啊，会当荣光上帝。你有常常祈祷无？有哦，什么时阵咧祈祷？食饭的时阵，有无？我咱嘛唱谢饭歌啊，天白云天真啊，敬慈悲，收拾我。啊，拢不要唱。啊，无人家就无唱安尼。好，迄是咱谢饭歌啦吼，嘿，今日要上好唱。还有个唱天啊，吼，音拢真悬。你男高音呢？你知道？伊声真好听吼。咱有咧祈祷无？有。要困的时爱祈祷无？爱。当然食饭嘛爱祈祷啊，毋过咱通常拢祈祷拢足简单诶，哇！感谢上帝赏赐美牛，互阮食靠主耶稣诶名求，阿免好无？是不是呢？足自私化，哦，会啦，咱会祈祷。啊，是讲啊，我艰苦的心会祈祷；啊，是讲啊，我无钱的心会祈祷无？会哦吼，会哦。啊，我要求爱情的心会祈祷无？会哦，会啦，食衣住行拢嘛会拄着，哦。所以咱有咧祈祷，毋过你怎样祈祷？今仔日咱真侪祈祷都甲上帝祈祷，主啊，互我食会饱，哇，穿啊烧，哦，主啊，互我生活较快活咧，互我趁较侪钱咧，有无？哦，收拾我老厝，毋是会老的厝哦。对无？收拾我健康，互我生理发达、兴旺。趁较侪钱咧，过来啊！互我囝孙啊呐，聪明，考到台大，安尼，台大，嘿，毋是台大哦，是台大哦吼。咱若为着咱的囝孙祈祷啊，互我一切顺利，哇！佫有啥物5处兴旺哦，然后6处兴旺。家庭圆满，夫妻三听，身体健康，哦，有，咱拢咧祈祷。毋过我要甲恁讲，这个祈祷加起来，拢总叫做生活的祈祷。所以咱去到迄个文殊宫，哦，行天宫啦，啊是一般咱罗州有啥物庙事无？
咱罗州足侪出名的庙寺呢，你来入去啊边仔去遐看，因咧压香嘛是咧祈祷呢，香嘛是咧祈祷呢，因拢求啥？有诶无讲出来，有诶会讲出来。你若看迄戏剧，拢有咧搬，哦，伊拢念念出来，边仔人拢听着，拢求啥？啊，好如五字典科啦，吼，福禄寿财拢有。我嘛是求这生活祈祷，我毋是讲生活祈祷毋好。有啊，耶稣教是咱的主导文嘛，安尼讲，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啊，这是足现实啊！你嘛食，哇，咱若食无饱，免哪活会落去。所以咱的饮食真重要，耶稣嘛知影咱的生活的欠缺。我要讲，这种叫做生活的祈祷。总是还有另外一种的祈祷，就是今仔咱要讲的生命的祈祷啦。生命的祈祷，甲生活祈祷有共无？差一字，有共无？无共。无对，生命嘛包括生活。你若无命是咩活？敢毋是呢？不过，咱要讲的迄个生命的祷告、生命的祈祷，是永恒的。咱讲是属灵的。哦，咱生活祈祷是为咱今生数十年的祈祷，不过生命祈祷是甲永生上帝旨意甲求伊的国度。咱主嘛教示咱得大声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有无？就咱所欠命的，这物拢要刷互咱，所以迄个前后优先顺序，咱来排啊好势。经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诗篇90篇，咱要甲叫做摩西祈祷，就是一个真伟大的生命的祈祷，有7项伟大的祈祷。吼，来讲较紧的，来第一项。咱做讲，祈求智慧的心，祈求智慧的心啦吼。咱来读12节好无？咱拄则有已经读过吼。求你，好，我们用华语念就好。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日，咱已经读过了。不过，咱来看第10节遐吼。我的一生的年日几岁？70岁。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毋过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哪听，啊，转眼成空，哇！伊紧紧过去就飞去啊。明年我就70了，哦，意思是讲啊，安尼会使哩啊。有照上帝甲咱祝福的啊，哦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咱70以上，举手。举较悬的啦，哦，这上帝祝福呢，啊嘛无几个吼，哎呀，表示咱个少年，人生70才开始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明年我那70我就1岁啊，才开始。不过伊讲，那勇壮当到80，后来80举手，我给你拍拍者。我跟你讲吼。即马联合国听讲要修改，迄个年龄的迄个吼，讲25岁叫做青年对无？会当到65岁拢叫青年啦。有啊，咱65都敬老啊，不过人讲还佫真勇的呢，对不对？还佫足少年呢，哦，对不对咯？你嘛还未60岁啊，哦对，所以啊66到79叫做中年，所以我还是中年人啊。80岁以上叫做老人啦，老年啦。啊，过老人佫分做少年老、中年老，啊老啊。所以若我到100岁就是老啊吼，无简单啦。不过伊圣经讲，12节讲，叫你
假使阮怎样算家己日子，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。真侪人咧祈祷是讲，互我有知识的头脑。知识甲智慧是无共哦，哦。什么叫智慧？今仔日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咱的教育程度拢提高，不过人的心是消耗，你知道？拢真是迄种智慧型的犯罪，有无？诈骗集团，迄种足巧的呢。哦，想较有诶无诶？你捌去人骗过无？我嘛捌去人骗过。啊，毋捌去人骗，你去人骗人无？善意的谎言，哦，迄真侪犯诈骗的拢是安那，真聪明的人，啊，无哪有人咧贪污，好势食钱，有人个智商157咧，我不知，我无讲什么人吼，你知我知就好啊。哦，伊来做伊真巧，啊，到即马嘛无要认罪，伊讲我无啊，伊感觉迄应该伊所伫咧，伊用伊头脑趁钱的啦，伊感觉迄是合法的、合理的。各位，你的内心咧所迫切困求是啥物？你甲上帝求啥物？摩西上帝求的第一项就是智慧的心，所以来讲，智慧是知识的方向。有影咱爱得到知识，毋过迄是一个方向，只是你要行头前，还是行倒边，行正边。啊，知识是智慧的内容啦。我们说一次来，智慧是知识的方向，知识是智慧的内容。今仔这个时代是无方向的时代。啊，咱看政治，毋知要甲你带去倒位，是要统还是要独？毋知啊。哦，有人我就爱甲中国爱统一，咱就爱独立，无明。当然，咱即个状态，我爱来，咱去甲中国互不隶属啊。啊，毋过中国无啊，你是阮的啊。啊，伫咱国内嘛是真侪即种安尼沙无，啊嘛迄中立的，啊，这是咱的问题，咱无方向。吼，咱看即摆国会嘛共款，要扩权，哇！啊，甲即个选罢法，佮我要甲提高，互恁无法度甲罢免。啊，财务分赃，迄个财政划分嘛，哇！要互政府安那？无法度施政，所以你毋知讲，咱的方向，咱这国会议员也好，咱的政府也好，要将咱的国家要带去什么款的所在，咱毋知，经济嘛毋知要甲咱带到什么所在去，所以咱只有求主啊，求你互我有智慧的心啦。啊，明年是啥物年？蛇年呢？蛇好啊，毋好？哦，咱看讲主要会惊人对无？毋过耶稣捌讲过，咱得爱啦，灵巧如什么蛇。好，咱得主伊会讲啊方向啦，迄个灵巧啦，吼，灵巧毋是干巧哦，是要变巧。好，有咱有活力，互咱有自由，但是咱无放纵；互咱有灵巧，但互咱我有限制，但是毋是真做压制。哦，所以咱有智慧，咱就当敬畏耶和华上帝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呐？有智慧心，我就袂浪费我的性命，是不是呢？第二项，咱要祈求下罪温，咱就做伙读13节。耶和华，我要等到到第时咧，求你转回，为着你的奴仆。后悔，哇！咱的台语是安尼讲，耶和华，你要到第时咧，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啦。总是伫第8节，摩西嘛安尼祈祷讲，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阮将阮的稳捌的歹摆伫你的面的光明中啊。所以咱会犯罪无？会无？
嘿哦，毋过你若犯罪，会惊人知无？会吼，会歹势袂？爱讲袂出袂？哦，无苏格拉底讲，一个人若讲一摆袂出，伊用几摆来圆谎？70摆。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就讲，咱稳重的罪啊，咱要求主啊，你赦免我的罪啦。哦，咱稳重的歹罪一定要得到解决，免哪解决？伫基督内面解决。所以摩西讲求你回心啊 ，return 啊，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这个回心就是亲像所讲迄个悔改，咱行唔对去啊，哎呀呐，我倒转来。好，悔改这意思讲，咱表示上帝万分罪恶，所以咱就求讲，主啊，我要得到赦罪恩啊。因为今仔日耶稣降生，为着什么目的来？是要为着咱有罪的人。要来赦免咱的罪，伊从钉死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要来洗清咱的罪。你知无？所以今仔日无论你的罪有偌尼啊重，无论你的良心咧控告你偌尼厉害，你都爱求上帝赦免你。第三，好，咱就祈求一世人的听，咱做来读14节来，求你互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第一是讲，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智慧，互阮满足，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这是第三个祈祷，一世人拢有主的慈爱，所以讲，你早起时意思，这早起时不是咱即摆透早，是咧指着讲，伫少年的时，你愈年轻的时，咱毋是人会想讲啊，要信耶稣。毋免伤赶紧啦，毋免伤早啦，对无？恁会后悔讲伤早信主袂？哦，迄个保育者嘛吼，方月姐妈妈，阿姨姐，爱有这，你几岁信耶稣？啊，爱有这，哎，你几岁信耶稣？啊？你看阿东吼，好，你替伊讲，伊几岁信耶稣？你几岁信耶稣？你几岁信耶稣？无啦，还未说咧吼，但是心内有信啦吼，有说咧啊吼。啊好，咱有人会后悔讲，我伤早信无？袂吧？是不是？我想啊，我若较早认捌耶稣，这耶稣咪偌好。所以有影，摩西讲，所以摩西讲啊，咱一生所夸口不过是劳苦忧愁，有无？伫拄啊读个圣经内面，吼。毋过伊讲，伫主内面虽然是劳苦，不过是喜乐的，吼，毋是劳苦。伫世间是空虚，伫主的内面是充实的。伫世间是劳苦，毋过是主的内面是喜乐。伫世间是忧愁。毋过是主的内面是欢喜，检说伫世间是失望，毋过伫主的内面咱有盼望。第四项，咱要祈求得胜的喜乐。咱做第15节，来，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讲求你好，叫你苦楚阮的日，叫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因为得胜是什么？就是凯旋、较赢。圣经无甲咱讲，信主的人拢顺利平安，赚大钱。有人甲咱讲无？有人甲你讲，啊，你来信耶稣，互你保证你赚大钱，互你一世人拢健康平安，会无？有人安尼甲你讲无？无检测有无？迄叫做成功神学。哇！你就是无信耶稣啦，你若信耶稣，哦，你的事业就会发达啦，你就趁钱啦。无人安尼甲你讲啊。韩国有即款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，我咱注意，
无哦，耶稣真的甲咱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啊。耶稣无甲咱讲啊，恁来信我，来跟对我，我好保证你一帆风顺。无安尼讲，约翰福音伊就是安尼讲啊嘛。哦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什么苦难？但是恁通放心，因为我较赢这个世间。好，咱知保罗伊嘛讲，咱要进入上帝国，嘛要经历这的艰难啦。所以拄着苦难是要哪讲？莫说讲，互阮欢喜，欢喜就是喜乐，喜乐甲快乐有共无？无共哦。哦，我顶下捌讲过，快乐是外在，喜乐是对身体的清楚。快乐是伫罪恶中间找到的，喜乐是圣神的果子啦。咱知有一个莲娜玛利亚，捌听过伊个故事无？有写过一本册，叫做《用脚飞翔的女孩》。我简单来讲，伊出世就无手，佮长底骹，倒骹较长，正骹较短，所以生伊的爸母真失望嘛，真伤心。毋过，加在伊的爸母是虔诚基督徒，对上帝的信心无悲观，好好甲伊教育，所以伊会晓唱歌，真好唱歌，嘛会晓游水呢。咱即马有个残障奥运有无？听讲伊嘛是选手啦。佮得到世界冠军呢。16岁时，伊个会晓用骹开车，骹要哪开车？无手呢，哇！迄台车是特制的，特别设计，个会晓弹piano咯，无手个会晓弹钢琴，用骹，个会晓煮饭，嘛会晓上网，所以人称伊叫做用脚飞翔的什么女孩啦。记者捌问伊讲，你会摆阮讲上帝无互你双手，你出世就无手啊？伊安怎讲？伊讲我烦恼讲，我若无上帝听，我毋知要安怎活落去啦。我是敢若烦恼，若上帝无听我。来，伊个学声乐，真好唱歌嘛。所以用诗歌去甲世界逐所在为主做见证啦。有影，咱着求主啊，求你用阮苦难临到我。咱安尼求无，是好事卖啦。对不对？咱一定讲卖啦卖，我拄着困难。毋过虽然苦难，能够总是求主，互我有够额喜乐，甲信心来挖靠你，赢过一切苦难，好毋好？阿门。亲像这个莲娜玛利亚同款。第五项，咱着祈求敬虔的后代，咱做来读16节。愿你的荣耀，因的子孙显明。咱知影摩西这个祈祷，毋是为着伊家己的后代，伊是为着伊整个的民族的祈祷。信仰需要传承，信仰嘛需要教育。咱知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立国2000几年，毋过嘛捌亡国过，伊的百姓嘛捌受掠，总是因会当维持迄纯正的血统，甚至伫1948年伊个复国，就是因有注重迄个后代信仰的传承甲教育。我的查某囝现在伫美国爱奥华大学咧修博士，伊嘛伫迄个爱奥华一间教会叫做圣安德烈教会咧司琴，关龙琴嘛关龙琴师。有当我会看因的线上的礼拜，有一个足特别，就是爸母拢带囡仔做伙，因的礼拜堂足大间的，我也捌去过拢做伙做礼拜，然后老师会甲囡仔带起来头前，大人伫下骹，老师伫遐开始讲故事，甲囡仔有互动，有当囡仔嘛吟诗学乐，好，差不多到牧师讲到煞咧来，囡仔就去上主日学啊！咱有法度做到这个地步，咱拢想讲囡仔咧细汉嘛免啦，
我有的教会是一开始拢家囡仔带来礼拜堂听，开始嘛，互因做敬拜。我靠，是真对啊！莫家囡仔甲听开，咱即摆甚至话青年嘛甲听开啊！我毋是讲华语礼拜毋好。各位，我对这点会当看出讲，迄是一个信仰的传承啊！我还记我囡仔时代嘛是拢细汉嘛拢对爸母啊，阮青少年就是唱甲圣歌队啊，拢甲大人做伙，袂感觉讲爱分讲这大人礼拜，还是青年礼拜无？我感觉迄就是一个教育甲传承，所以咱就求讲主啊，互阮有健全的后代啊！你知影无？因拄啊几工前我嘛传一寡影片互咱的一寡同工看。我因有一个平安夜24暝，有2场的礼拜。我昨仔连续演奏两首啦，司琴5点到7点，爱3个囡仔，一个拄啊4个月岁，一个2岁外，一个5岁外。迄个姐姐摕娃娃上台，甲囡仔做唱歌，迄拢外国人。因阿嬷阮无顺便看，有摆私信甲讲，后摆去柔柔阮迄个查孙。莫摕娃娃去你上台了，我知影啦，因你知道，没有关系啊。我感觉安尼真好，因为安那，因遐老后尾甲讲，袂使摕。伊真的甲妈妈讲，妈妈，我今天要开口唱歌呢。迄就是伊进步啊！迄个查甫孙嘛，甲伊妈妈坐做伙，伫迄个楼顶的观音琴遐，伊嘛袂去甲伊。搅扰着，乖乖伫遐陪伴妈妈，伫涂骹伫遐家己耍，甚至妈妈落来下骹伴奏，伊嘛落来坐妈妈的边仔。迄人换做咱台人讲，甲囡仔诱来，袂使去你搅扰，因袂安尼，因就是接啦，这就是我感觉讲，一个真好。互因健全，互因去感染，互因去学习习惯。所以咱就求主讲，主啊，互阮有健全的后代。咱一定建立好的家庭，会当荣光上帝的家庭。还未结婚的青年嘛，毋茫讲主，求你甲我准备好的匹配，互咱有好的儿女，互咱有好的后代。嘛，咱拢有即款的决心，互咱后代看见上帝荣光好。我要讲紧的对啦，祈求生活的见证。来，做头来，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。生活的见证，不是生活的祈祷，是生命的祈祷。只有生命的祈祷，才会当产生生活的见证。就是讲，你的生活每一天，你爱彰显上帝的荣耀，你好所行，互人看见。所以耶稣讲，你是世间的光，地上的盐瓦。更爱放伫内顶、桌仔顶，毋是放伫桌仔骹，是爱互人看到。所以咱求讲主啊，求你互我有生活的见证。耶稣嘛讲，恁着彼此相听，有无？恁若相听的心，众人就要对安尼认出，恁是我的学生啦。最后一项，祈求永远的光啊！来，咱这一堂17节，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，愿你建立。好来，咱要建立这个世间永远未消灭的时光，就是讲，互咱的生命无浪费，生命不会再重演了，你知道无？过都过去啊，时间一去不回。等你渐渐年老的时，你会感觉讲我的身躯渐渐衰退。不过，只有这样会当安慰的是，今生我所做的工作，伫历史上是无法度甲你淘汰。你有这款的愿望啊无？摩西讲，愿你坚固我的手所做的工，我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安那坚固伊啊！请问，伫你人生过程中间，你用什么款的心态志愿活伫上帝面前？譬如讲，伫一生的中间，你有带几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？甲因传录音，你有带领几个人来信主，甲你同享福音的好处，带因到上帝面前，
今仔日你是毋甲劝甲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发出这7项生命祈祷，愿主成全，互我这世人无白活。好，最后我要请咱做伙来读这段生命祈祷来做咱的结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咱用国语读哈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鉴察我们内心的主，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所喜爱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，因为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主，愿我们都能成为你圣洁的百姓，使我们没有瑕疵。主啊，在过去的年日，我们有做过许多的恶在你的面前，但是我们若认罪悔改，你乐意抹去我们一切的过失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学习摩西一样来祈求，来说出生命的祈祷。主啊，愿我们真正能祈求有智慧的心，也祈求赦罪的恩典。我们也盼望能早早保得主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更要恳求，虽然在患难中，但使我们有信心来倚靠你，可得胜有余。主啊，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子孙来祈祷，盼望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坚固，认识你，来过敬虔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也提醒我们，知道我们有脾气、个性很难改变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有更新的能力，在生活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使人透过我们的好行为能来认识你。主啊，也愿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，直到主召我们返回天家时，能使你赞美说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求你如此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，我们所发出的祈祷都能合乎上帝你的心意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歹势吼，时间甲咱拖较长，因为我咧准备这篇讲道是真大的感动，所以这篇祈祷我有写伫咱的周报内底，咱回去也会当搁照安尼来祈祷，好唔好？伫咱最后一天时嘛安尼祈祷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这条咱三甲来念回应圣诗222首。回应圣诗222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做将来不忘。阮相比大英宏达，应点安稳自在，全民保做因的民，成都徛起安心。上帝成就高野堂课，做阮运动保护，情线也袂洗出一切，世界也袂形成。你对永远就是上帝，有长无变无停。
即点咱三角来奉献，请执行同工来执行。咱三角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即条咱三角来读今日的金句，台语甲华语，咱各来读一遍。台语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华语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算数我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诗篇90篇12节。这条我先来介绍，咱今日有几落位的新来兄弟朋友。头一位是丁耀月，咱欢迎伊。伊是目前踮伫咱这民权路79号遮吼。第二位叫做许承恩，许承恩。先离开了呀。许敦成，在下面哈。还有陈立轩。陈立先，我们欢迎你。还有张慈宇，欢迎您。还有庄若云、陈之云在下面哈。都上来了哈，来，我们来欢迎你，我们来唱欢迎歌好吗？来，我们欢迎你们啊！也欢迎你们常来啊！常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聚会，也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青少期啊！欢迎你们啊，请坐。这条咱三角先开咱的周报来看消息甲报告。
咱请各单位来提交着2024年的施工报告的决算，也着准备着2025年的施工计划甲预算，未交的动工，请一定伫即礼拜当中一定来交，通要的小会来审查着2025年的施工预算甲会员后会手册，通会编制作业来进行。第二，咱1月12，咱要来做联合礼拜吼，要来举行着教会各团契首长来就任。咱圣歌队长有彭美满执事，主日学校长蔡淑华执事，少年团契会长廖金龙弟兄，青年团契的会长陈冠宇弟兄，同心团契会长李芳月姐妹，双年团契会长李云良弟兄。咱来欢迎因1月12一定要出席，咱来做首长的就任。第四，咱1月12要来做年度的查销，主日礼拜后，教会会监察委员甲财务组的同工，要将检查着各单位2024年的会计绍甲现金的存款，并请各相关的人员准备簿册。来受检，各单位有请款的事宜，还是汇款的各项的凭证，请出纳来请款，以来方便着年度的结销的工作来进行。动工若有代办的事项，还是代替先来贴着迄个一寡款项有金钱的出入来啥，请毋通伫过年才来请款，一定今年的代志今年的事工，咱今年就来甲完成。利息的入销吼，咱伫个12月31日进前，迄结金铺爱提起来补丁吼，咱照着中会规定来补丁，敬请大家来配合。各单位出纳动工交接进前请将会计资料送交财务组来检查。第五，咱2月初9，若有要设立报名的，请咱伫个2025年的第一遍圣礼典，欢迎成人小儿报名来受洗。报名洗礼一定要上完。洗礼前的信仰造就的课程，才会当受洗。咱报名查册时间是这边的受洗的报名查册时间是伫1月初5。若要索取到2024年的奉献证明，请来填写申请单，并且着爱注明着身份证的字号，为着保护你个人的资料安全。填写了后，咱将这个资料来交予干事。即日起，到1月26来查址。咱伫个明年的新年度的开始，欢迎兄弟姊妹来申请着11奉献，请大家来遵守主的诫命，奉献通得到主的喜悦。咱第八，新眼光的读经本，伫2025年第1季的读经本，属灵的闹钟已经放伫个招待道，欢迎兄弟姊妹来自由来索取。伫厝内底，咱会当各人每日来依进度来做灵修。第九，1月份明年的1月甲3月的服侍论述表已经来公告请各人大家下时间各人家来注意。若有时间上袂当拄好的，请家己甲其他的同工来交换，并且来通知到办公室。第十，咱每礼拜三暗时8点拢有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来读圣经，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。第十，以下咱即个咱请家己来过目这已经定足久吼，咱家己来过目。会计报告，咱嘛是家己来过目。以上后壁有具体相通，咱会当为着一寡身体欠安的
还是心灵无平安的，咱来为因祈祷，会当伫厝内底，还是讲伫不管什么时阵为因祈祷，拢会当为因来提名来祈祷。以上。这条咱来念月变诗397首，月变诗397首。咱吟诗煞，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三甲咱领受上帝赐福，但愿你大家伫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常常甲咱众人三甲伫地，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真济，会得必会。